苏州人呢，一到夏天呢，必吃的盐水鹅就是这家小敏盐水鹅，他家的盐水鹅很好吃的啊。我在苏州也比较过好几家了，那现在目前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吃他家的盐水鹅，我每年夏天啊必吃，而且是一直吃到他下市。对面这一家呢，生意就不如他家了，你看他家每次来都是排长队的。那么他家有鹅胗、鹅肝、鹅翅、鹅掌、鹅血，还有鹅，那么还有一些盐水鹅汁水，然后卤出来的猪肚、猪肝、猪肺也是很好的。几乎买它的都是老苏州啊，他家的鹅呢真的很好吃的。那么每次就是早上7点钟卖啊，到10点半左右就已经卖光了。它是每天提供3大桶。那么今天我们买了点鹅，又买了点鹅胗、鹅掌、鹅翅。我每次买啊都会搭配着买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鹅肉还是蛮肥美的吧。然后咬一下它的鹅肉呢还是蛮细腻的，而且它不柴。那么鹅肉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咸，是刚刚好。它的汤汁呢会有一点咸，我们一般买回来呢会勾兑一点水，然后烧冬瓜呀，然后烧鹅杂汤啊，都是很好吃的。那么这个鹅掌啊、鹅翅啊，已经烧得蛮软烂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鹅翅呢，我用筷子夹一下，这个鹅肉都可以剔出来的。我稍微咬了一下，这个鹅肉都被我拽下来了。夏天呢，我们也是必吃。他家呢也提供真空包装。喜欢苏州正宗特色美食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